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今天是青年主日，也是我们的父亲节主日。让我们预备心来到上帝面前。在我们要开始礼拜之前，我们要来会前的祷告。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立起来，用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祭拜。敬拜一样，我们在诉说他的荣耀。我们要一起用这段经文，然后我们要一起感恩来赞美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早上就要起来赞美，我们早上就要起来感恩，因为这位上帝，这位阿爸天父，他已经为你预备了，他已经为你预备，而且他保守我们有从他来的平安。我们开口来感谢，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开口来感谢这位神，让我们回到他的教会当中，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开口来祷告。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赦免，主啊，你的供应，你的医治，主啊，你的赏赐，天上各样属灵福气，在耶稣基督里都赐给敬畏你们。主啊，现在是一个感恩的时刻，因为我们能够在这边，在疫情的时刻，我们能够在这边聚集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啊。我们要持续的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请坐。我们要一起再一次的用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起请。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但我们盼望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我们最近看到这个整个世界的气候真的是很大的变化，像台湾最近前半年都在等待雨水，结果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南部都在淹水。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人真的是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他不愿一个人沉沦，要我们人人都得着救恩。我们要开口来祷告，为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是在他的救恩里面，我们要开口将我们自己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悔改的、倾诉的，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的。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怜悯。当我罪人的时候，你就让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代价，主啊，怜悯我们这个世代得罪你的，远离神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自意骄傲，高举人的荣耀，高举人的作为，而不认识神，不将神的荣耀归给神，不以神为上帝。创造这些的创造物，主啊，怜悯这个世代，怜悯台湾，怜悯这百姓拜偶像，主啊，求你的宝血来洁净生命这块土地。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持续的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教堂能够开放到一定的人数，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实体的来赞美你。主，我们也为我们当中这些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再一次邀请我们弟兄姐妹用这段经文，我们再来一起读，我们再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要来为我们彼此特别我们最近在你心里面挂心的、烦恼的，或是你看到在这个世界当中，不论是疫情，不论是我们的气候变化，不论是看到这些经济的挑战，我们要来开口来祷告。当我们开口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我们保守自己在神的爱当中。我们一起开口，在这个时候为你需要代祷的事，我们就开口来祷告，我们就开口来祷告。
对这变动的世代。主，当我们好久没有回到主你的圣殿来敬拜的时候，主，我们回来的感觉是熟悉又陌生。但主你不变的应许，你不变的爱，主你的公义，主你的信实，主你的怜悯，仍然在我们当中。所以主，我们更是要来赞美你，我们更是要来敬拜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应许的主，你是永不改变的主。我们在最后，我们也要用主祷文一起来宣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诗篇18章34到35节说：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臂膀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无论你是在线上还是在实体参与我们都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来一起来说：这时候，伸出手，敞开你的胸怀，开心门，抛开忧闷，去迎接神的到来。无论你是谁，身处在何处，一定要苏醒。你心有没有感知你是神儿女，是宝贵。我们很久没有来到这里来做礼拜了，对不对？没有关系，在刚刚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一开始我们有男生来唱，后来有女生来唱。等一下我们会再从头一起来唱一次。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在男生唱的时候，我们弟兄就跟着我们一起来唱。等一下女生唱的时候，在后半段，我们姐妹就来加入我们，好吗？然后等一下唱到副歌的时候，我们就齐心齐声的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再一起来说：这时候，伸出手，欢迎弟兄一起来唱。你的胸怀，开心门，抛开忧闷，今夜最深的到来。无论你是谁，身处在何处，一定要苏醒。你心有没有感知你是神儿女，是宝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高声欢呼主耶稣我救主。哈利路亚，荣耀主，你的名运行此地。哈利路亚，歌颂主，赐下平安运行的时刻同在，神的儿女应当赞美不息。哈利路亚，赞美主，高声欢呼主耶稣我救主。哈利路亚，荣耀主，你的名运行此地。哈利路亚，歌颂主，赐下平安运行的时刻同在，神的儿女应当赞美不息。神的儿女应当赞美不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将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荣耀、我们的歌颂都来献给我们的神。我们今天要用一首新歌来赞美神，因为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无论是在地上，我们有地上的父；在天上也有我们的天父来看顾我们。我们一起来赞美。让我看自己渺小无能力，天父看我说你是我的孩子，在你创造里我是大能的勇士，爱和盼望传递着，你用神迹奇事吹着我。来说，我是天父的孩子。我是天父的孩子，
你紧紧随着我。来宣告说：我是你的孩子。我是天父的孩子，极难中得着智慧，手中有权柄的力，有上有征战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满有主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我是天父的孩子，期待中得着智慧，手中有权柄的力，有上有征战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满有主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喜乐充满我的心，喜乐充满我的心。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所以说，我们要来掌声来感谢主。所以说，因为我们是主你的孩子，这是多大的福分！所以说，这是多大的恩典！所以说，我们何德何能？所以说，能够让你用这样无穷无尽无私的爱来爱我们。所以说，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但所以说你总是看见我们。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害怕，我们恐惧，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所以说你的爱总是带我们回到所以说你的怀抱里。我们要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感谢你，来数算主你对我们的恩典。为我而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灵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是我，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你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是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灵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永远无尽头。
张开双手来领受。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你看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下一次向你献上赞美，因为很多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胜过环境的变化，我没有办法恢复关系，我没有办法胜过死亡，但是你一定有办法，在你没有不可能。而且主阿爸父，你是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来预备，你是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今天在现场在线上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要来赞美你，因为主你的心意是美善，你的心意是看我们做好，你的心意是要我们分别为圣，完全属于你。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的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在今天，在这个庆祝父亲节的同时，我们更是要来赞美这位赏赐我们无尽福气的阿爸天父。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预备我们，让我们在这礼拜当中圣灵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听见主你的心意，让我们来看见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放下的那个美好，让我们来实践。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大家平安，平安，大家平安，平安，父亲节快乐！对，特别线上的父亲节快乐。我们在今天呢是青年主日，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礼拜程序有做一些调整，所以会跟你可能平常或是之前在5月之前的程序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父亲节主日呢，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如果你有看到周报或是线上我们的预备的时候，就有写着富二代。你是富二代吗？是吗？对，我们都是富二代。那个富是哪个富呢？是父亲的父。上帝让我们在地上有父亲，但是还有一位天父，他在天上，他在我们四周围，他在每一天，他在这个疫情当中每天都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在今天呢，我们邀请了2位的青年要来分享他富二代的故事。第一位我们来欢迎的是陈汉，我们一起拍手欢迎。大家平安，我是陈汉，也很高兴能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见证。那我今天分享的主题就是叫做接纳。好，那这个接纳的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是从高中开始来教会，但是我那时候来主要都是来玩或是交朋友。
对，那所以爸妈也会觉得说啊，你只是去玩，浪费时间。然后刚好家里也是不同的信仰，所以我爸妈会非常反对我来教会，所以可能是半年只能来一次的那一种。然后那一次来还要经历家庭革命，我是大吵一架，所以才能来。那这个状况直到我升大学以后，住外面，爸妈管不到，我才有改善。所以那时候就是升大学，然后我就从台北，然后搭火车到桃园，这样当天来回到教会。对，那就是比较稳定以后呢，就是那时候缅迪有邀请我当那个订爱餐的童工。对，然后我想说，哦，订爱餐嘛，就是那个50元的便当订一订，然后送来教会，然后付钱请款，很简单嘛，然后逮就补，我就直接答应了。对，然后这样然后一开始就蛮顺利的，我都能速的完成。但是可是直到后面，比如说大学的课业，还有社团，或是朋友的交际开始多了以后，你就会渐渐的发现说，天哪，我每个礼拜这样从台北桃园这样来回订便当，其实很累。而且那个坐车的过程超孤单的，对吧？然后有时候真的回不来，还要邀请人，就是还要请人帮忙代订，超麻烦。然后有时候还要忍受就是被拒绝的回应，对吧？其实这样很不舒服。然后就这样就是这样的压力是累积，然后就变成一种排斥。然后我就心里说，明年那个换同工的时候，我一定要直接拒绝，我就说不要当了。对，可是真的那天来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讲，我就直接离开教会，然后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交代哦，然后我就离开教会，就离家出走了。对，那就是这样过了3年，就是直到我大学快毕业前，然后那天很奇妙，就是默默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就是我晃回来教会的2楼，我从台北这样散步晃回来，然后那时候来到2楼前面那个电梯门口那面墙，然后那时候是爱心树的活动，就是大家会那个爱心的叶子上写下自己的祷告或是愿望，或是祝福，然后我就拿一片叶子写上回家，然后挂号迦南的迦，然后就贴在那个墙壁上。然后但是当下心里没有什么感动，我只觉得我超帅，就留下一个那个不敢想象的梦想，然后直接掉头走，然后回台北，有没有超帅？对，然后就是从这个爱心的树叶开始，我经历了很大的接纳。对，那第一个接纳是家人的接纳，我爸妈的接纳，就是毕业以后，然后也不知道，就是非常的那个，不知道神怎么样在做工，超奇妙的，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是说我来这边都要先大吵一架嘛。然后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星期6，然后有时候5点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动作，我爸妈就会问啊，你今天不用去教会哦，对，超奇妙的。然后是有时候我妈会说，我在练诗歌，因为当 vocal 嘛，然后我妈就说啊，你那个诗歌的音乐又要放大声一点，这样那我在练习啊。对，然后或是我爸说那个你们不是有线上厨房吗？要不要我帮你拍影片？对吧？就是你可以放到那个平台去宣传。觉得哇，神的动工跟改变真的是很奇妙，对吧？然后也谢谢我家人的接纳。那第2个接纳就是迦南的大家的接纳。其实我那时候一开始要回教会的时候，就其实很紧张，然后说可能我隔了那么多年回来，就是人生地不熟的，然后或是那个我那时候不告而别离家出走，然后会不会大家觉得很奇怪，会被骂？然后其实那时候当下回来就觉得。其实很温暖，大家都是更特别、更多的关心还有欢迎，就是很谢谢大家，就是那时候的接纳，还有后续的陪伴跟支持，就是你们在我后面学习跟学习服事的过程中，给我很大的帮助。对，那最后就是最大的接纳，也是天父爸爸的接纳。对，就是谢谢他让我经历那个如同路加福音15章那个小儿子的回家，对，这个爱真的很大，然后给我很大的接纳，对，然后谢谢你让我经历失而复得、死而复生的那个爱，对，那将一切的感谢跟荣耀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对了，我的见证到这边，那我们再欢迎下一位，邀请见证的永恩。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永恩。那
其实有蛮多人应该从小就认识我的，我是一个在教会长大的小孩。然后，如果你在星期天出现，你听到一个非常大的哭声，那90%都是我。那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爱打闹的小孩，然后就会去弄别人，然后就出事情之后呢，我先哭，先找老师或找爸妈，对，然后人家看到说嘿，何树英干了，就是这种反应，对。然后，其实，在当时呢，我们是每个礼拜的假日会回桃园，然后去看爷爷，然后星期日来教会做礼拜。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非常要求我做礼拜的人，所以我一定都要来。如果我不要来，我还会被他骂。但是在有一天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我今天想留下来看爷爷，那你们就留在家里乖乖看 Good TV。”我说：“哦，好爽，我不用来教会，好开心哦。”然后那个时候，就那一天的讲道分享的是，那个牧师的爸爸离开的时候，他当下承受的那个痛苦，还有上帝带给他的转变，我当下看完还没有什么感觉。然后我下午要补习，我爸爸就载着我回到基隆补习。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说：“爸，拜。”然后我就上去补习班了。结果补到一半的时候，我接到一通电话，我爸爸在医院急救。那个时候他干嘛摔倒了还是怎么样？结果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是他心肌梗塞发作，然后就送到医院这样子。结果那个时候我一开始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我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慢慢可以接受说，原来他已经离开我们了。到那个时候呢，我就告诉我一件事情，我需要撑住，因为我们家只剩我跟妈妈。那妈妈可能想到这件事情就会在哭，我不能在她面前哭，因为我知道我需要照顾她。如果我跟她一起哭，没有人可以照顾她。到那个时候呢，其实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可怜，或是其实我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不讨喜的人，所以有时候被欺负。然后欺负的时候呢，我就跟同学讲了一句话说，耶稣那个时候都可以原谅别人，为什么我不能？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讨厌讲我是基督徒的人，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这些福音的种子其实已经在我内心慢慢的发芽，然后我没有发现而已。直到后来我高一去了夏令营之后，就是我从此爱上夏令营，每年我一定要参加的。结果到后来我从同工当到副营长，当到营长，在营长今年是我们夏令营的第2年。然后在今年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想说，轻松啦，反正我都当了第2年了，应该可以吧。然后到后来找不到同工之后，其实开始慌了，就不知道，因为要打工的打工，要考试的考试，都没有办法，我就开始慌张说，我不知道我找不到同工，上帝怎么办？然后到4月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有课业的压力，然后跟同学又处不好，所以其实那段时间我的内心是非常非常崩溃。我是把事情全部丢在一边，把夏令营的事情丢旁边，把学业丢旁边，我什么都不管。然后那个时候呢，很感谢牧师，还有美迪，还有教会的哥哥姐姐，还有大家，那个时候非常的关心我，就不放弃我，这样常常找我聊天，然后跟我聊聊近况。到后来5月多，我们5月底的时候，我们确定是要办线上的夏令营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我就跟上帝说：上帝，我把这件事情我就交在你手中，我就奋力一搏，不管怎么样，结果上帝你决定。然后到后来营会开始之后的3、4天，突然接到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个小孩的爸爸，有2个，他们是姐妹，有他们的爸爸离开他们了。然后牧师那时候就跟我说，希望我能够去安慰他们的安慰他们妈妈，因为我算是一个曾经有这样的经历的人，所以我就打过去。我那时候听到妈妈她说，爸爸那时候早上还为了夏令营的东西去印，然后为了要给他们做上课的东西，就后来晚上回去之后休息一下就叫不起来了。我那时候当下就想到，我当初好像也是这么突然，没有办法接受。我就跟妈妈说，妈妈，你有任何事情都可以跟我们说，我们如果可以帮忙都很愿意帮忙。然后妈妈你也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很重要。然后最后呢，我也有带妈妈做了一个祷告，因为我那时候就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其实我是不怎么会带别人祷告，可是我那时候就冒出一个想法说，那我要带妈妈祷告这样。然后到今天我才想起来说，原来上帝那个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一步一步的安排。那个时候人家还跟我说，上帝会为你安排后路。我想怎么可能？我怎么知道他要干嘛？就后来想想才发现，原来上帝，我相信我今年当营长有一部分一定也是上帝希望我去安慰他们的家人，然后去跟他们聊聊，去安慰他们。那我的见证就到这边，谢谢大家，也谢谢上帝，我爱上帝，谢谢大家。喂，听得到我声音吗？喂，听到他们的见证呢？我们在预备这个过程，就是其实蛮不容易，因为不论是陈汉，他是我们现在 Passion 这个学员的总召，或者是永恩，是我们在这次第一届线上夏令营的营长。应该说20天啦，但是其实整个筹备是很长，每一天都要很早起床。然后一整个早上的时间都在荧幕的前面带领这些儿童，然后儿童旁边还有家长跟他们一起在线上的夏令营，然后也很热烈的回响，所以后来又有科学营这样子。那我们再一次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上帝用诸般的聪明跟智慧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我们一生很短暂的时间可以经历到他的荣耀，这也是我们今天呢要在今天这段分享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我们现在要来一起读上帝的话，他的话记载在以弗所书的第1章3到14节，他的话在以弗所书的第1章3到14节。如果你有纸本身，你可以打开，或是你有手机也可以滑开。那我们就要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那可以吗？大家好像都可以吼。但是动作很快，线上的朋友可以吗？我们赶快翻开我们的圣经，我们要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一起来读哦。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都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已经先拣选我们，要成为富二代的人。这个富二代，我今天会讲3个故事。那这些故事呢，都是从圣经出来的。今年呢，这段期间这2个礼拜，今天是最后一天吗？2020的东京奥运延后到2021的这2个礼拜。然后在这个2个礼拜当中呢，台湾经历了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因着这些选手们，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成绩最好的一次，真是感谢神，透过他们每一个人在场上的这些比赛的表现，让台湾在世界上发光被看见。
而在这里面呢，开始有很多新闻媒体都开始去访问，都开始去了解为什么能够走到现在。许多的选手们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相信大家对他们的名字已经都不陌生了。有郭婞淳，有戴资颖，有这些不同的选手，小林。然后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人故事，然后甚至他们讲出来的话都被写成谜，然后放在那上面。而在这些故事里面呢，我印象很深刻的其中一个是这个第一个在台湾有得到这个拳击铜牌的这个黄晓雯。因为他正在被访问的时候，大家都在起底他的背景。结果呢，他在这个被起底的背景当中呢，这个是新闻下的标题哦，说他的这个原生家庭就是因为他的爸爸以前是就有吸毒的哦。说到这个他父亲母亲在以前很早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所以当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位选手他怎么回应呢？他说：“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原生家庭，但是我们可以和家人彼此互相支持和祝福，在生命个体上活出自己的人生。”他是辅大的校友，持续的有这些牧者们，可能是同工们在关心他。人生的起点的确没有人可以自己选择，就算你出生在一个优渥的环境，你有家人和朋友的支持，难道你的人生就不会经历困难吗？最近我们看南部大雨的时候，那个豪宅啊，立刻豪宅，为什么？因为水土就一直这样冲刷，这个房子就直接一半就往下掉了。我们在世上盖多大豪宅，住多大的房子，都不能够保证我们在世上的时间也能够安全无虞，能够平安。我想这是我们都很清楚的。而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再一次保罗透过以弗所书，在一开始是一个赞美的祷告，是一个赞美的话语。而在这个赞美的话语里面呢，他跟我们说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他早就知道人的生命，不论你在什么样的境况，其实没有一个人是一帆风顺。然而上帝却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这个儿女呢，就好像拿到了一个凭证，拿到了一个证据，拿到了一个约。在这个约里面，你要享受上帝他无尽的恩典，你要享受他无尽的赐福。就好像刚刚那两位青年分享到，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上帝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安排，他回头看，他清楚知道上帝对他有计划，即使我们不完全明白。在今天的经文说，这个是奥秘。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分享的当中呢，要来认识天父阿爸天父对儿女的好意。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来实践他我属于他的这个心意。这个意的意思是指的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在今天的以弗所书呢，第一章一开始呢，就讲到这个被拣选的事情。我们再次来读这段经文，有点长哦。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的荣耀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在这里说到，上帝拣选我们，他拣选我们，赏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会称为他阿爸父。而在这里面呢，他怎么去实际的进行呢？就是他透过耶稣基督在世上，甚至为我们死里复活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可以在他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今天要讲3个圣经里面讲到跟耶稣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关的故事。我们要从耶稣他所说所做跟我们的
这些圣经的人物对话之后，你会看见儿子的名分到底在经历什么。第一个故事呢，在约翰福音的第9章，有一个人呢，他生来就是一个瞎眼的，他生来就是一个瞎眼的。而在这个里面呢，他路上是讲到耶稣，他有一天走在路上，他遇到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而他的门徒就在那个时候问他说：“老师，这个人他生来就看不见，是他的罪吗？还是他父母的罪？还是谁犯了罪，所以让他今天一生出来就是瞎眼？好像是一个不被祝福的。”有一些人，他的环境就是给他这样的感觉。我怎么会生在这个家庭？我怎么生出来之后，我的这个条件就是这样？或许会像刚刚永恩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我这么还不够成熟？我们都知道人会死，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让我的爸爸离开这个世上？他的爸爸，有些人认识宋和树，也是在我们当中一直在迦南聚会的弟兄。我们可能会问这些问题，但是在这些问题当中，在基督里，他用不一样的眼光来邀请你。在这个对话里面，耶稣回答他说：“他失明跟他父母、跟他自己的罪都没有关系，而是要在他的生命当中，要在他的身上来彰显上帝的作为。”你是这样的富二代吗？这个富二代，好像人生是一种负债。我一出生就是负债，我什么时候才会有盈余？我不知道，但我明显的知道我在负债当中。你知道吗？在这个世代要过父亲节很不容易。每年在我们教会要过母亲节跟父亲节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都不是有爸爸跟妈妈的人，我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单亲家庭怎么办？失亲家庭怎么办？伪单亲家庭怎么办？我们到底怎么去讲这个信息？各式各样的父亲角色，已经跟以前那种父慈子孝，爸爸在看报纸，妈妈在扫地，然后哥哥跟那个妹妹在旁边玩玩具，那种画面，国立编译馆课本出现画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世代里面，很多人是没有父亲的，甚至很多人是他有实体上的父亲，但是父亲好像在线上，因为他没有实质的关系。然而在今天的故事里面，耶稣却告诉我们，他要透过这个人的生命来彰显上帝的作为。他要彰显上帝的作为。耶稣专注的焦点是要让人看见，在你的缺乏上面，上帝的作为。然而，人仍然会有一些回应。在当时，这个瞎眼的人被医治了之后，他被回应什么？他被回应，有人继续看衰他，就说你会好，可是你这个人是全然生在罪孽里面的，你还要来教训我们说，是耶稣医治了我吗？哇，很多时候，人经历了神迹奇迹，经历了上帝的作为，我们仍然不愿意相信，这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然而耶稣在这里呢，继续的教导那些问他跟随他的人，他回应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他在回应那些在呛这个已经从失明变好的人。很多时候外在环境不会看好你，甚至算看条件也不会看好你，可是耶稣在基督里面，耶稣却要带领看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要经历上帝的作为。这是第一个故事，一样是一个看不见的故事。我们转画面到另外一个地方，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我讲出这个章，大家就大概知道我要说谁。有一个人，他叫扫罗。有一天他走在路上，突然有个声音就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问说：主啊，你是谁？哇，这么灵异。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保罗就看不见了。再后来，我把故事快转一下。后来保罗有得到医治，因为他原本就是看得见，他是因为被圣灵光照之后他看不见。后来他得到医治之后呢，他知道这位跟他对话的耶稣基督，他就开始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分享自己的见证。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耶稣还要告诉他说你逼迫我？其实保罗是一个为上帝的国大发热心的人。在他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前，他早就已经活在上帝的律法里面了。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在加玛列尔门下按着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意思就是说，他延续着旧约的经典所教导的这些律法，他很认真的在付出，付上代价跟随，甚至到一个程度，他排挤那些没有活在这律法里面的人。他为主大发热心，受了很好的教育，他一直顺服着这些父执辈的教导。你是这样的人吗？很认真的付上代价来跟随，遵循着某一种标准跟律法，而且你领受了这个我要去服侍的心，而且很认真的去执行这些职分，甚至是付出代价的。当保罗要抓这些人，他还需要去探听一些机密，他们到底躲在哪里？我要去抓这个人，我要去报告，要去逼迫这些人，因为他们不能这样做。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却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有很多时候我们很认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经营去营造，但是方向比速度重要选错了方向，反倒让我们失去了原有甚至更多从上帝来的祝福跟盼望。特别在这个世代里面，已经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世代。以前我们想到一个这里有卖口罩，就全部人只会到那家卖口罩。现在每个都自营商你可以想尽办法，然后每个人都是中心。所以当我们要去遵循一种路去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是通到罗马之后要干嘛？不知道。甚至在这当中，我们会领受一种心态，这个心态就是奴仆的心。我做咖啡戏，我没忙。我做的要死要活，但是没有路走，我要去哪里？所以在后来，这一位保罗，他后来改名，他叫保罗，因为他要起来传福音。他就说到他自己的领受：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害怕自己走错路，害怕自己不够努力，害怕自己不够好，而是要领受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想在今天，这位阿爸父就在邀请我们要领受儿女的心。领受儿女的心不用付代价吗？仍然要但是代价不一样。什么代价？这个代价是要悔改。什么方向？从我的方向转成你的方向，叫做悔改。从我自己的努力转成主，我跟你一起，你跟我一起，你陪伴我努力。从我的辛苦转向我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其实他比我们苦，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自己的苦里面，我们不愿意走出来，因为在主的里面，就如保罗他自己说的见证一样，他自己经历到从那个很努力逼迫基督徒到很努力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领受到上帝对他的心意是要他们的眼睛得以看见，要他们的眼睛从黑暗中转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到神的权下。又因为信主可以得着那个被释放，甚至在主的里面一起得着基业。这个基业是什么？所以我要来讲第三个故事。有一个人呢，他就是圣经中我们认识的富二代。这个富二代是富有的富。
他或许跟你想的那个富二代印象不太一样。我去网络搜寻的富二代，哇，全部90%都负面的，特别是 YouTube。然后这好浪费我时间，赶快关掉。有一个人他来见耶稣，你知道这个富二代哦，他很像现在很会经营的人，他很有永续的理念。他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得到永生？”这个耶稣就回答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就是你为什么要问我说要做什么事情才可以？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这位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他问的是你要进入永生但他回答他的是良善的问题。然后呢，在这段对话里面呢，就耶稣就讲到了许多的诫命啊。那这个少年人也蛮妙的，他回答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爱人如己，一切我都遵守。”好，可能他真的遵守，那还缺少什么呢？耶稣在这里回答他说：“如果你愿意要成为一个完全人，你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哇哦！原来永生的秘诀在这个地方。我们其实都在找如何永葆青春啊，永葆健康啊，永远瘦跟美丽，永远不会被这个病毒来可能传染之类的。我们都在找这些方法，避免各种风险。他想到更积极的是进入永生，而耶稣基督回答他说：“你要进入永生，你就要分给穷人。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你是这样的富二代吗？你很满意现在的生活？还不错的家庭，足够的资源。我只要想我怎么继续维持，避免风险，然后可以创造更大的好处在我的生命当中。其实我要夸赞这个富二代这个少年的财主在那个标题是这样写，因为他很知道最需要经营的人是自己。最需要经营的是自己，而且是永续的经营。他也知道一件事情，他所做的事情是不仅要对自己有益，还要对别人有益，甚至要对这个社会。好像这些奥运的选手被拱到一个高处了，但是其实他们就是个凡人，每天还是很努力的在练习，而且有输有赢。我很佩服，在这次有许多人，他可能不是拿到最好的成绩，但他面对酸民的时候，他很知道他自己，他在经营他自己。而耶稣说，如果你要做完全人，你要能够经营你自己，你要分给穷人，而且你要来跟从我。哇，我预备到这里，我觉得是一个超级大的挑战。在8月6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爱幸福的讲座，跟 Passion 一起合办的。我们这次邀请这位杨佑任先生来跟我们分享。那他呢，就是在做这个救鞋救命。我们在前几个礼拜有说到他的故事一点点。而在他的分享当中，我其实很被提醒，也很被激励。他说，如果你最后一天在那个告别式上，不会有人跟你分享，或是那个在讲那个安慰词，或者是上来悼念的时候，你应该没有人听过说他分享他有多少财产，他有多少台车，他有多少个房子。大部分的人在告别式的时候会分享的是这个人的生命故事，他有多少的故事。但是在那个分享里面，这位杨佑任先生他说，很多人很羡慕陈汉的故事，很羡慕永恩的故事，很喜欢谁谁谁的见证，很渴慕那个临到恩典的人就是我。可是他们都不喜欢这个故事的生活方式。小林同学就说啊，我唯一休假的那一天就是比赛的那一天。我唯一休假的那一天，比赛的那一天，你可以想象一下他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很难啊。
甚至他自己在分享，他自己要分给穷人的时候，他第一个遇到的挑战就是 ：OK， 恩典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我怎么管理？这些鞋子要有地方放，寄过去要钱的，一个货柜多少钱？我哪来的那么多钱？我没有认识当地的管道，管道在哪里？这些上帝已经为他预备。而在这里面呢，他讲到跟随耶稣更是挑战。他讲到说，今天教会最大的冲突，不是有人犯罪，不是有人离开教会，而是有2个人都站在对的位置，他自己对的位置上的时候，选哪一边？就让我想到这个腓立比书的这2位姐妹，在服事中大发热心，可是可能想法、立场、个性、习惯、态度不太一样，那怎么办？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财主故事的结尾，富二代故事的结尾，他呢就忧虑的走了，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当耶稣讲完这段话的时候，这里记载是他产业很多，但是故事结束了吗？其实还没有哦。在接下来，耶稣继续回应这个故事的后面，他讲到财主进天国这边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不要只读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都，我们真的是很有限啦。门徒后来听到这个话之后，想说：完了，这个富二代没救了。那这样谁还能得救？是不是就没有人可以得救了？就耶稣真的是很有梗啊！他在最后就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在讲什么？就是有可能啊，因为在神里面凡事都能。那要问的是，我们是在人的里面，还是在神的里面？如果是在神的里面，不管你是哪一种富二代，负债的也好，付上代价的也好，这个富有的也好，只要在神的里面都有可能。而这个可能，透过今天的经文，其实讲得很清楚哦。一开始，这个以弗所书，它是一个颂赞诗，就是有一个人，他经历到他认识的这位上帝，他把它写出来。这位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这位天父是一个怎样的天父？他拣选我们，而且他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早就已经拣选你，甚至他为你预备，用各样从神来的智慧和聪明，为了要让你可以理解他的心意。因为每个人理解的方式不一样嘛，每个人学习的、受教育的背景，在生活的环境，印度跟台湾就不一样。所以在这段的赞美的经文里面，就很清楚的讲到说，上帝他其实早就预先要拣选我们在他的福分里面，而且要一起来享受这些基业。这些基业就是他的应许，他应许要人在他软弱上显明上帝的作为。他应许要让我们的生命是带来祝福，是释放人从黑暗当中走向光明。他也应许我们，在我们有余的时候，让我们分享这些给需要的人，而且我们还可以跟随他。他可以让你跟呢，他其实可以不用让你跟的，但是他愿意让你跟，而且他要你跟着他去享受在主里面的恩典。这个儿女的福分啊，就好像当时这个白白的救赎，就我们刚刚说到，在耶稣基督里面去经历这个救赎，而且在这里面呢，领受富二代的身份。儿女的福分就很像当时罗马社会，如果你被领养成为他的小孩，那领养养的跟生的不一样嘛，就不是哦。在罗马社会里面，如果你是被领养的，你就等于在法律上，这个父亲所有的财产、好处、福利，你都同等拥有。我想到一个例子，这边应该是只有我啦，对，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啊，我自己呢，就是我们家江爸、永康爸，在法律上是这个领养的，
可是你知道吗？我呢，跟大家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恩典，就是我可以吃到超多泰雅族的原民风味美食。你有吃过？这边可以讲吗？我会不会被告？哦，你有吃过山猪吗？有，对不对？我不会继续讲下去啊。但是呢，我就有这个福利福分，白白的。我爸不会打一只山猪来跟我说：“来3万给我。”不会吧？爸，你应该不会这样吧？我就有这个很大的好处跟恩典，而且是每次回家的时候开那个冰箱，你都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在里面，都是好料，山珍海味。那我们这位天父不更是这样吗？如果我们是他的儿女，他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明白，甚至不明白的人到一个程度是，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因为我们挑战他嘛。那死是不是可以隔绝我们跟你的爱？不行，因为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他亲身示范，让我们可以跟他恢复关系，让我们可以连结在他的心意里面。就像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我们借着这个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这是上帝的智慧。得以赦免是他丰富的恩典，这个恩典上帝对你对我对谁都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可是可以一样的是，他都照着他预定的美意，要让我们来明白他的心意。甚至最后一个关键，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讲简单一点，就是你是属于他的啦，你是有家的人，有家要回啊，对不对？陈汉，有家要记得回家。为什么要回家？因为所有的好处早就预备在这个家里面了，你不回家你怎么得到？你就在外面，然后说我没有床可以睡，我没有饭可以吃，你就是没有回家。不好意思 ，Siri 在叫我。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在基督里归属于他，成为有家的人，而且这个家是永恒的家，让我们每一次想起来，就会像今天以弗所书所讲的，我们会照着我们所经历到的这美好，我们会来颂赞他。这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邀请大家，这也是父亲节的主日。我们在地上有父亲，每个人经历的父亲不一样，但是我想，这从上帝来的爱，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透过父母亲这种无私的接纳、无私的带领、无私的供应、付出，让我们可以领受到这个福分。而这位上帝更是如此。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在这个时候，邀请大家，我们要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让我们再一次从他的里面来得着这个丰盛的产业。我让自己渺小无能力，天父看我说你是我的孩子，在你创造里我是大能的勇士，爱和盼望传递着，并有神的精神随着我。
跟随着我。我是天父的孩子，期待中得着智慧，手中有权柄能力，右手有征战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满有数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感谢主的恩典。若我们真实明白、认识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我们就要一起来经历这个福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生命的经历中来认识主，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主，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一样好处都不缺。主，你更是透过在世上的爸爸来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家。主，我们也要求主你来赐福在每一个父亲的生命当中，主，他们领受从主来的恩典，照着智慧来带领他的家庭。主，你让他们在各样的需要上都得着满足，都得着充足的供应。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大家平安，各位爸爸们父亲节快乐。那今年是这1-2年是比较特别了那在这样的疫情当中，我们依然还可以在这边来敬拜那因为第2级的疫情的警戒，那在这期间，我们教会已经有恢复实体的礼拜，也感谢上帝的恩典那我们有向市政府申请，本来50个，但是现在可以在100个所以这是恩典。所以今天人比较多一点那我们也依然照着政府的公布防疫的措施我们有保持这样的距离。那另外我们其他的一些的措施就登记在记载在第4页，请我们自己来看。我们因为有限制，所以会透过小组来做登记。那如果你有登记的，请不要随便浪费这样的一个机会。如果你没有办法来，尽快让小组长知道这个是我们在疫情当中不得不的做法请我们来见谅。好，这些的防疫措施都在周报上面好，我们在9月5号，我们会举行今年度的第5次圣礼典。那要受洗的，仅在8月22号前向牧师或是曼双干事来报名，可以让你成为富2代陈汉OK。当我们在说天父你要接受他还有其他的线上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上帝成为你的天父，那真的是要把握机会把握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来寻求他，接受他。那我们也恭喜张美惠姐妹从桃园教会转会籍到我们本会恭喜她成为我们迦南教会的一员。我们已经有降到2级，教会有这样的一个100人以内的人数但是我们因为每一场的礼拜完之后，马上会有清消的动作，就是清洁用这一些的酒精马上喷所以希望我们在结束完之后请我们就不留在礼拜堂聊天我们可以尽速离开，然后让第2场的弟兄姐妹可以进入到教会里面预备做第2场的礼拜。好，那我们今天还有下个主日，我们会有庆祝父亲节，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有开放2个礼拜我们今天出席的父亲你手上应该有拿到一张纸请你把你的名字跟组别
如果你没有组别的话稍微注明一下如果没有拿到，也跟同工讲一下，有一张那等一下我们在电乐的时候我们等一下先不发，我们在电乐的时候青年会发放这个手机架现在很实用的，因为我们都要看手机，对不对？看久了手会酸所以我们有今年特别贴心赠送这个手机架给每一位父亲。好，那等一下就是礼拜电乐的时候会请你站起来，然后我们会来发放。那因为这疫情期间有很多弟兄姐妹不便来教会那在奉献的上面，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线上的奉献。那大概我们在8月11号，我们的网站可以透过金流你可以上网，然后奉献你可以注册成为我们的会员。那这个当中让你知道说怎么样奉献，什么项目会比较更简单所以我们期待在8月11号以后那个资讯公司交站给我们，那我们就可以上网，有很多的连结，包括迦南之声，包括很多要看各牧区的这一些的连结都可以所以感谢主，我们感谢弟兄姐妹的奉献，特别为这样的网络宣教的奉献，才让我们可以建制这样的一个网站还有就是金流方面以后更方便我们的作业。好，那我们有这些的方式在银行或是邮局的汇款那目前还需要来电你的奉献的名字金额但是在大概8月11号以后，你就可以直接在线上有这样的一个指定，然后有这样的项目。我们8月15号儿童的阿卡贝也是在目前疫情当中，还是用线上的阿卡贝的聚会方式，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线上阿卡贝的同学会，就我们夏令营刚完我们继续还有这些的外面的小孩子，社区的小孩子继续有上我们的线上阿卡贝感谢主，我们透过这样来经营，来帮助他们认识到上帝。那我们社区也会透过一些的讲座那8月11号我们这个礼拜3，我们有一个文出转变的先机，我们有请我们执事维轩执事他也是耳鼻喉科的医师来跟大家来分享特别是我们主办的单位松联大学我们协会那也有这样的一个会议的代码，你可以看周报或是把它记起来。那现在大家都很会使用 Google Meet 那你可以上网，然后可以听有问题都可以问。好，那我们在这个礼拜6我们会为走走父姐妹举行告别的仪式这一些的入殓火化安放告别礼拜就在8月14号举行。那下午1点半会在教会举行告别礼拜那请我们特别是在祷告当中来纪念，来安慰这个家庭，来参与他的孩子还没有信主我们透过这样来关心他们的属灵生命。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昨天刚结婚在疫情当中排除万难，本来6月19号就要结婚那延到昨天我相信上帝都有他美好的旨意那我们请义民还有慧琴我们恭喜他们美华姐你看这就差很多了结婚然后还不能坐在一起还有一个这个防疫的这个期间然后跟印尼的家人有这样的线上这也都是头一次那感谢主，我们真的是在祷告当中祝福纪念这个新成立的家庭好，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念2遍，一起来。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1章5节再次，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1章5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我们成为富二代，有上帝满满的恩典哦。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则已得刚强，贫穷则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那时再次来宣告说，如今软弱则已得刚强，贫穷则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当时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透过实体跟线上，一同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聚会，一起来敬拜你。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在地上有一位父亲，让我们成为富二代，可以领受主耶稣你的恩典跟你的慈爱。我们现在献上我们的时间，才能与金钱作为圣工所用。愿主你悦纳，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告、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天父上帝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救恩，愿圣灵的感动，与每一个你的儿女同在，更是与每一个家庭的父亲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这时候呢，我们也邀请我们当中，如果你是父亲的，可以请你站立起来。我们的同工呢，会将我们这次的父亲节礼物交在你们的手中。好，我们将我们当中的父亲，还有我们上面的父亲站立起来。哈利路亚，歌颂主，至上的爱
受发报的们，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愿神的平安，愿神的同在，愿神的赐福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特别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愿你平安。